好，来乡亲啊，明仔载11月25是这个国际终止妇女的受暴日。台中市家庭暴力甲性侵害防治中心做宣导的影片，伫火车头前的广场举办着观影会，现场阁有防暴的这个知识的大会课，要呼吁社会大众对暴力零容忍。影片呼吁民众重视性别暴力的严重性，响应11月25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，台中市交通中心即天伫火车头举办成功观影会，邀请6个社区单位展出防暴宣导成果。我们不同的社区，他们也成为家庭暴力防治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哈。我们来响应子世代的运动，希望大家对性别暴力防治呢，非常的投入，也非常的支持。社区舞蹈表演为活动增加气氛，刷落来众人手举防暴宣导牌陆续进场。交通中心表示，可能是因为疫情，民众踮伫厝内，嘛好今年亲密关系暴力通报案件增加，希望民众若有发现爱量早通报，避免憾事发生。那其实今年的疫情期间，我们的亲密关系暴力是有增加的哈。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全台湾的趋势。平时沟通如果不是那么的顺利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生活的冲突。现场嘛有防暴知识大会课，和防暴规划师趁机会加强宣导。市府表示，28号卖伫海线举办一场，要全面提升民众的防暴观念。